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昨日暗12点外，台中港狂风暴雨，一台客停车载着4个船员，因为风雨受大，司机回无路，规台车载落海，包括客停车司机甲3个船员，是4个人死亡。检察官确认这个死亡的原因拢是渡水。有船员的家属来发现讲，这个落海的客停车的车门有来打这个大纸，写讲本车投保2000万的责任险，但是事实上敢若保200万的强制险。车行来解释讲，这台客停车是客行车，也就是这个车是司机的。当初有要求司机都要保旅客责任险，但是司机嫌贵，无愿意来投保，所以这声这赔偿的问题真有他花咯。客停车载落海，车顶5人，敢若一个姓李的船员有走出来，另外4人，包括司机拢无命。辛苦船员的后生质疑讲，客停车的保险有问题。他的车牌号码做查询，那当然查询出来就是他只有保强制险，没有保第三责任险。我弟还有2个小孩在说，他还要再付房贷，所以我弟媳如果他一个人来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是非常大的担子。船员的家属去车行是要了解客停车保险的情形，因为载落海客停车车门顶面有打讲，本车投保2000万旅客责任险，不过根本就无。目前的情况就是有保民台保险的强制险，另外的保险它就嫌我们这边的保险太贵。我一直有要求他，我们公司这边我们有一个团险在，但是很不好意思，那个团险是针对多元化计程车。车行的店长讲，强制险加旅客责任险，这是司机开钱投保的。迄台客停车是司机外行的，车是司机的，所以讲车行无法度强制伊保险。店长佫强调讲，客停车车门带2000万旅客责任险的大纸是司机家己带的。具有报载啦，它是一个有车行的营业车。那这样子，车行在这个驾驶的经营行为的过程当中，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有应该负责的时候，这个车行都要负连带责任。那即使没有保险，那车行也是要负责的。消保官佫讲，依照消保法的规定，企业经营者要确保广告的内容是真的。司机已经过往车行有理赔责任。对了这个代志，车行的店长讲，目前每一位船员会使领到200万的强制险的理赔金，其他理赔部分愿意提出诚意协助家属来争取。